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台视台语新闻，逐工甲大家博感情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博感情的博，保我博第八条。这里博就倒落去的意思，咱讲博倒博落。另外赌钱，咱嘛讲博，像咱讲博缴。若是博感情，代表用感情的方式，亲像你咧博缴同款，全力落注。另外拜拜甲杯等落去涂骹，因为咱讲但听起来敢若较无客气，较无礼貌。咱讲博杯，嘛有人写卜卦，这里卜，有人讲是卜卦。另外一个较特别的讲法，就是火车脱线，火车排练。古早人讲是火车跋落马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文音读做跋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跋缴，也就是赌博的意思，就是讲用钱去落赌，算看有可能赢搁较济，嘛有可能规个输了了。第二个词读做车跋饼。本来意思就是讲你咧涂骹滚量，嘛有世界走来走去，足无用的意思，嘛代表讲翻起翻倒，一直改变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就是安尼车跋饼，一个讲要好好做生意，一个讲要去学功夫，上尾走去跋缴，实在做袂晓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跋第八条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跋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